昨暗头啊，高雄大寮有一台轿车冲去让民进党高雄市员李武庭的服务处哦，大门放起，四界拢是碎玻璃。加在迄当时服务处无人，警方嘛随掠着嫌犯。警方是表示讲，嫌犯下晡的时伫服务处的做债务协商，可能是因为心情无好，真不满哦，才会驶车去弄服务处。 大门风弄倒，涂骹拢是碎玻璃。初五暗时要7点，一台黑色轿车开到高雄市议员李玉婷的大寮服务处头前，刷落来到北区拢入去服务处，然后汽车逃走。加在当时服务处内底无人，安若无后果不堪设想。于4小时内将红险插击到案，那依刑法的毁损、恐吓罪嫌移送法办。 那警方将持续追查其他的关系人。警方接到通报，对早5点钟来就掠到嫌犯。根据了解，事发原因是服务处下晡处理一件债务协商订金案的时阵，嫌犯甲订金债务人的朋友起冲突，事后来报复。有网友伫李玉婷面前指控，冲突是因为助理先动手拍人。助理是没有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呢，我希望在脸书留言的人可以出来指证，当面作证。 那如果有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护短。唔拿轿车弄服务处，同一暗9点外，还有人用服务处的名义订真侪餐点。外送员送来了后，煞找无人通收。议员怀疑是因为同一件纠纷互创治。市长陈其迈找到透早嘛谴责暴力的行为。暴力行为哈，实在是非常的不应该哦。那也希望说在整个公权力的一个执行这个也不容任何的一个挑战。 服务处人员透早无用清理满涂骹的碎玻璃，轿车直接弄入去议员的服务处，互外界质疑高雄的治安。陈其迈表示，已经指示警方伫公共场所甲民众较侪的所在加派警力，确保民众的安全。记者陈环宇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再来看宜兰